针对台南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认定甲查核，中央补助800万属议会成电府议案，经发交送议会联审。议员陈坤和首先发言，台南政电全国遥遥领先，质疑此外能源政策已经伤害滨海区域的发展。议员蔡辉嘛强烈质疑经发局长甲光电财团利益挂钩，审查过程无替电厂严格把关。会中这位南亚议员嘛表示，袂当因为中央专业补助电厂来买单，一定要将电厂的伤害降到上低。竟然把我们卢竹沟的乡亲保护家园当作暴民，现在有88颗子弹，你88颗子弹，台南市政府没有说清楚，这笔预算给别的县市政府用，我们已经重电太多了，没有必要这些钱。但起你为遗肉，任人宰割，你建发局规避不了这个责任，你更在数了。你一旦把关呢，一旦变成监督管理，你用放任调财团，这为了你更在。我们跟中央的部分也都有表达，如果碰到环境敏感区域，我们都会。不然你在那边做你啦，啊不叫你做，机长没做上，你买把关一下，不然你所在，咱市政府意见。那么同意袂当党纲呢？你才会以书面的方式跟中央正式。你跟你讲这个假讲的嘛，这条我不赞成。如果在一开始不准的话，当然就没有这800万的问题产生了啊，才没有什么人事的问题嘛。所以一开始你把关的时候，它离我们这个住户我们的社区非常近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没有去好好的把关，你说那时候没有逮，还会到还没有再这个案子是中央审查，其实中央审查，但是我们地方要有意见啊，我不是照单全收啊。面对议员强烈的反对，局长答复该店付款800万是作为审核与评估人员的薪水，针对政电的区域，拢有函文甲中央沟通，坚持土地正义。这笔费用是中央进行相关一个审查的，给我们的一个支持，800万的部分是我们10位同仁的薪水，从1月1号这笔钱，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薪资跟业务费。那我们其实就会照议员所说的，我们会严加的来针对所送来的申请的资料来进行审查。最后大会主席黄丽昭现场表决，结果在场8位反对店户，无人举手赞成，该案被议会退回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